陛下，起来吧。换了常人，在我这殿前一跪，无论是有没有冤屈，就已然是乱了方寸。我不过是受人之托，解五州燃眉之急，为列王据理力争，有理有据。请问，我何据之有？为何要方寸大乱？怪不得你们在太原闹得风生水起。太渊，你一定有超越佛莲的能耐，他才会对你心生爱恋。可是姑娘，你的体内并没有玄机王族的血脉，怎么可以和天权的太子相提并论？太子。他在你的面前也许叫轩辕民，也许是叫袁兆许，或许还有其他别的名字。但是在天权这个地方，他是太子，他是皇储，他只有一个名字，叫长孙无忌。长孙无忌。我是不是骗子呢？真的不一定。但你呀，肯定是个冒牌货。想好好活命，把嘴闭起来。你到底是谁啊？骗子！等我揭下面具的那一天，你就知道了。杰儿，你来了。无忌太子，好久不见。公主，我是玄机佛莲，是太子您。玄机图事关五州生死大局，佛莲公主能够亲自前来献图，解决羽数衰微的燃眉之急，无忌代天权皇城谢过了。佛莲此行不仅为了五州，更是为了太子殿下。我也等你很久。
正巧今日所有王室的人都在，不如趁这个好日子，把天权和玄机的联姻拟定诏书，昭告天下吧。无极，你来晚了，错过了一场好戏。刚刚就在这大殿之上，竟然有人冒充佛莲圣女，招摇撞骗。玄机圣女佛莲誉满天下，难免有些不识抬举之徒，想要学个2、3分。如此跳梁小丑，处理了便是。你选了佛莲，至于说他是不是在心里面真的喜欢佛莲，或者说他到底有几分喜欢佛莲，这个有这么重要吗？他从小受的教化，太子的联姻就应该是以社稷为重，以利益为重，在利益和感情之间，他会选择利益，而且这种选择是他毫不犹豫就可以做出来的。无极太子跟佛莲公主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而今你假冒佛莲的身份攀附太子，你该